咱特别甲这个小短腿吼，以及咱的外送业者来服务，吼，会当互咱的外送的年菜，还是讲外送的服务吼，政府甲大家补助。大家会当较好做这个外送的服务。其中一个到东菜市的前往公报社放送，要加速消费者报告传统市场冇推出外送年菜。同时，伫建发局长甲议员陈丁、沈振东等人陪同，就是选择对台南历史上久的市场来示范上新的服务。会中市场行过每一个摊商嘛关心市场防疫，以预祝新年恭喜。主题会会长表示，这个摊商老师傅以上届热销欢迎的料理，由主题会来组成年菜，参像一道澎湃年菜，算算的4000块有走。因应疫情，第一档推出摊商参与意愿拢真悬。目前对这款的组合餐吼，大家套餐吼意愿足悬，参与也足悬，因为阮是今年第一次办嘛，所以呢，今仔办了到着，大家感觉足实在，尤其是订单个很多。所以呢，大家摊商感觉讲明年的参与感一定会更较悬。除了几道年菜，市场也推出拜祖先的5种特产组合，2项服务拢是只要一通电话来预定，就替你送到厝。加上政府为了防疫，互民众安心，年菜外送也补助运费，互市场大力推荐。东菜市是台南历史最悠久的菜市场，那我们在最悠久、最古老的市场来举办最新的服务。因为我们除了从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梅河我们加工出口区的工业区的这个厂商跟我们菜市场的一些拜的服务之外，我们特别在过年期间梅河了这个我们外送业者，尤其在地的外送业者跟我们菜市场来做一个结合。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我们的年菜组合是相当经济实惠。CP 值最高的一桌年菜加起来4000块有找，那外送的套餐加起来从组合1到组合5加起来2630块，连我们的家人也吃得到，我们的祖先也拜得到，所以是非常经济实惠。最重要的，你不用费心的一样一摊一摊的跑，只要打电话，用个手指打个电话那2000块以上的免运费，2000块以下的只要39块的运费，这是经济又实惠。又有防疫概念的，我们非常感谢传统市场我们的东菜市场我们的所有摊商朋友的合作，那可以让我们把这个年节外送、年菜外送，还有许多婆婆妈妈喜欢买菜市场的服务的时候，它的外送可以做到最好，那也可以这个避免人潮拥挤、摩肩擦踵。疫情冲击，真侪人选择伫厝内用餐，而且伫厝敲电话就当响应传统市场老师傅年菜，莫互议员感觉大心。我觉得这个年菜外送真的是很棒哈，尤其现在疫情时代哈，其实让大家不出门，然后就可以选购到又新鲜又好吃又便宜的这个市场的年菜，我觉得这个是市府的巧思哈。那结合我们的市场，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市场的生意其实都有受到不管是疫情，还有现在的购物习惯都有受到影响。那现在有这个外送的这个商机加入之后呢，相信对市场的经济也是个大大的提升。那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多的选购。建发局表示，目前除了东菜市已经为消费者回征13间公有市场，超过200间有1点价年菜，拢提供外送优惠，欢迎大家多多支持。台南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